大家好啊，歡迎再次收睇點睇。今日我哋去食晚飯，去邊間？去桃園酒家。佢有幾間分店嘅。今次我哋去尖沙咀分店，佢嘅地址係尖沙咀加連威老道98號東海商業中心 LG 1樓。交通方面，去到港鐵紅磡站 D1 出口，步行大約幾分鐘就到㗎啦。今次我喺輪住買嗰度買，成為998蚊，另收茶芥同埋加一6位用，好似唔錯喎。首先嚟嘅係當紅炸子雞，佢剛剛炸起，香噴噴，外皮脆卜卜，肉就夠嫩又夠入味，正。侍應一放低啊，大家三扒兩撥已經清咗啦。之後嚟嘅係上湯澳洲龍蝦，送芝士伊麵底，龍蝦大約1斤半重，都算多肉，夠鮮甜，伊麵就夠腍，但唔係話好容易爛嗰隻，加埋香濃嘅芝士夠入味，哇，好邪惡啊！下一個係野味鮑魚雞煲，話佢果然夠野味，鮑魚都幾大隻嘅，炆得夠腍，但係一隻就切開3件。跟住啲滑雞都夠滑，再加埋啲紫洋葱啊，夠鮮甜，同埋雞髀菇嘅爽口，我老婆都話好食㗎。跟住落嚟係番茄淮山浸脆苗，佢番茄汁好有田園嘅清新感覺，但係我就比較少見咁樣浸住啲菜，可能我孤陋寡聞啦。佢淮山就爽爽地，其他菜都正正常常，都還可以啊。之後嚟嘅係瑤柱蛋白炒飯，佢份量好足。但係啲飯就炒得唔夠開，唔夠粒粒分明，仲有少少黐埋一嚿咁。佢味道就比較淡咗啲，幾乎揾唔到瑤柱添啊！我老婆話隔離台嗰碟炒飯靚好多喎，我話梗係啦，個 plan 都唔同。最後嚟嘅係清蒸沙巴龍躉，佢遲晒大到啊！等咗幾個字，好彩佢一上台都幾大條，同埋都唔會話蒸得好鞋，都幾鮮甜，正。咦？阿雪場蟹咁夜仲想出去，唔通約咗 friend 去飲嘢？桃園酒家嘅環境、服務態度同埋食物質素整體都唔錯，套餐價錢都還可以，而且份量好足，下次可以再嚟試下其他嘢啊！今次段片就分享到呢度，中意拍片嘅朋友請記得 CLS 即係 comment 俾留言俾 like 讚好同埋 share 分享出去，令到更多朋友得到資訊。如果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當有新片上架就會收到通知。多謝收看，下次再見。